咁成班人喺門口啊，柴娃娃咁又倒水又剩咁屋裏面嗰個咧就已經知道㗎啦，好明顯軍情處有同屋裏面嗰人聯絡，咁趁佢哋引按耐不住啦，因為佢哋已經發現咗屋裏面係有人啊嘛，係按耐不住爆門，一爆門嗰下咧，英國警方就開始湧現啦，就開始拉人啦，即呢一件事咧，原來英國政府係完全掌握嘅，咁所以英國政府唔驚你，可以俾你保釋咯，咁但係有樣嘢就真係嗰啲親共人士要諗下啦，即係包括呢個林道明啊，14K 嘅即係唔知叫你大佬好啊、頭目好啊，定係蛋散好啦，劉哥啊，係啊，你自己留意下啦。中共係乜都做得出嘅，你睇下佢驚個鬼佬講錯嘢，個鬼佬都死埋。係啊，英國嘅私家偵探佢哋自己請嘅，好地地喺公園暴斃啊！點解佢會死啊？就係因為唔係自己人咯。嗱，我就唔信佢哋會喐嗰啲乜嘢警司啊嗰啲，佢哋嗰啲唔會喐嘅。咁但係咧，你係外人嚟喎，林道明啊，你聽住喎，你皇朝集團啊嘛。睇住查水表啊，我話嘅係啊，睇住交稅啊，你實漏 Royal China Group 啊，大家係啊，你睇住交稅啊，你跟住落嚟發現有人舉報你偷稅漏稅，我認頭，我哋搞嘅。